恭喜啦！恭喜参加我们的四癌筛检健康抽大奖的活动，你抽到最大奖金元宝1枚，恭喜！请问你到什么所在？北港镇上啦恭喜！我想前几天四癌筛检到我们国民健康局每年在做这种活动，那我们去年开始举办抽奖的活动，今年是第2届，那奖品越来越丰富，我们会持续的办下去。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，早期检查、早期治疗的概念，欢迎大家每年都要去做四癌筛检。最新的统计那现在有刚刚院长提到，这个大概每4分多钟就有一个我们台湾的国人同胞不幸又被诊断癌症，其实这个蛮恐怖的那大家有看新闻的话，每年他都会强调说，这个时间越转越快大概在3年前还是大概5分钟6秒有一个病人，那现在加快到4分42秒，就是每年都在增加那其实大家来妈祖医院参加四癌筛检抽大奖。